嗱，你點樣去到評價 C 朗呢？嗱，有人話佢係史上入得最多波嘅球員，亦都有人話佢係史上最自戀嘅一個運動員，甚至乎有人覺得佢係一個到咗40幾歲都唔肯認老嘅一個固執狂啊！嗱，呢啲講法呢都係正確，都係啱嘅，不過就唔係全部嘅事實，因為你睇嘅 C 朗啊，永遠都係鏡頭面前嘅 C 朗，鏡頭後嘅 C 朗呢，究竟係點樣呢？其實咧冇人知佢每晚練波係練到幾點啊！嗱，大家好，我係 Mingwa Channel 嘅007，歡迎翻到嚟收睇我哋嘅拆解之謎。今日咧我哋就唔係講入波，亦都唔係講捧杯啊，而係講 C 朗手上面嘅所有名錶啊！因為每一隻嘅名錶咧，都係睇住佢，見證住佢成功嘅一步。C 朗咧由細到大咧，就有一種好強烈嘅慾望啊，就係要全世界嘅人都見到佢啊！見到佢嘅天賦啊，見到佢嘅努力，見到佢嘅成功，因為佢細個嘅時候，全世界都睇唔起佢。馬德拉島呢，其實係一個遠離葡萄牙本土800公里嘅一個孤島。C 朗細個嘅時候呢，就係住喺馬德拉島啊。佢細個嘅時候呢，係喺一個非常窮嘅屋企長大，排行亦都係最細嗰個，排第4。甚至連一對波鞋都買唔起嘅鄉下仔，但係偏偏佢就係要全世界都知道佢嚟咗啦。所以當佢有能力去到買第一隻錶嘅時候呢，佢就係揀咗最搶最閃耀嘅嗰隻錶，因為佢手腕上面嘅每一隻錶都代表咗佢對世界嘅宣告。嗱，呢種宣告呢，係由佢職業生涯開始。嗱，講到 C 朗手腕上面嘅名錶呢，不得不提及啦，就係 Jacob & Co。呢個故事嘅起點呢，就要翻去20年前啦。嗱，嗰陣時 C 朗呢，仲係一個啱啱冒起嘅後生仔啊。Jacob & Co 嘅創辦人呢，就喺紐約出生，13歲就做咗呢個製錶師嘅學徒，由一個小小嘅珠寶工作坊做起。嗱，兩個人呢，其實都係由低做起嘅。Jacob & Co 嘅創辦人呢，見到 C 朗嘅時候呢，就覺得佢呢個後生仔唔簡單啊！佢哋同時都係追求卓越嘅路上，所以即刻揾到共同嘅語言。喺呢20年嚟呢，呢段關係由友誼變成合作，再由合作變成夥伴啊！喺2022年嘅世界盃前夕啦，Jacob & Co 嘅創辦人就親手將第一隻聯名款交俾 C 朗手上邊啊！嗱，呢款聯名款呢，就係為到 C 朗而設計嘅。嗱，嗰陣時嘅 C 朗呢，正準備出發去卡塔爾啊！呢隻錶嘅設計呢，完完全全係為咗 C 朗而度身訂造嘅。鏤空機芯嘅2條垂直柱啊，一條雕成 C 朗嘅形態，另一條就刻住 CR7 嘅標誌同佢嘅簽名，底蓋亦都印住咗佢着住7號嘅波衫嘅肖像。嗱，你可以話咧，呢隻錶就係 C 朗嘅縮影，每一個細節都係佢自己。之後咧，佢哋就推出咗 CR7 嘅聯名系列啦，兩款型號Flight of CR7 同埋 Heart of CR7 係取材於 C 朗職業生涯嘅經典時刻，仲要係限量999隻。嗱，喺2025年啦，C 朗就委託咗 Jacob & Co 定製咗35隻嘅限量名錶啊，送俾葡萄牙國家隊嘅每一位嘅隊友啊，每隻錶上面啦都刻咗隊友嘅名啊，甚至乎特別為到已故嘅隊友啊嘅家人製作咗專屬嘅名錶。嗱，佢呢種記得人哋嘅性格呢，同佢唔紋身，記得每個幫過佢嘅人呢，全部都係同一種人。C 朗呢個人啦，無論幾有錢，都唔會忘記自己嘅來歷嘅，亦都冇忘記過陪伴佢走過呢條路嘅所有人。而 Jacob & Co 嘅創辦人呢，對 C 朗呢位老友呢，亦都同樣一樣係咁有心啊。C 朗加盟咗艾納斯之後啦，Jacob 嘅創辦人呢，就親自飛到去利雅特送咗一隻價值130萬美元嘅 Twins Turbo Fusion Breguet 俾佢啊！當時兩人握晒手攬攬擁抱，呢個場景呢個畫面係20年嘅友誼最好嘅見證。C 朗嘅野心呢，遠遠唔單止如此啊！佢要嘅係全世界嘅巔峰，而佢手上面嘅腕錶嘅選擇，亦都反映咗佢內心嗰種嘅野心。佢戴 PP 永遠呢都係戴最閃、最搶眼嘅款嘅。嗱，好似佢喺2026年嘅世界盃期間就佩戴住一隻 Nautilus 511啦。咁由18K 金白金打造出嚟嘅，成隻最厲害嘅呢，
就係鑲滿咗1400粒嘅鑽石。哇，咁多鑽石，咁究竟喺隻錶度點分佈呢？嗱，總共咧有1285粒嘅圓形明亮色嘅切割鑽石，再加埋195粒嘅長階梯形嘅切割鑽石，總重量啊足接近20卡。咁啊，錶盤方面咧，亦都鑲滿咗297粒嘅圓形同一粒長階梯形嘅鑽石作為刻度啊。咁喺錶圈方面咧，鑲滿咗32粒嘅長階梯形嘅鑽石。而 Nautilus 咧最具代表性嘅就係佢嘅一體式嘅鏈帶啊。喺呢條一體式嘅鏈帶上面咧，再鑲滿咗888粒嘅圓鑽啊，同埋150粒嘅長階梯嘅鑽石。呢隻錶咧，官方賣緊咧總值啊就係65萬嘅歐元啦。咁但係呢個係官方嘅定價噃，並不是二手市場嘅價錢喎。呢個價錢根本就係美鑲鑽石同埋白金嘅 Nautilus 5811嘅8倍有多啊！嗱，有媒體咧就報道過啊，其實呢隻錶啊，比 C 朗嘅球賽啊就更加閃耀啊！嗱，另一隻不得不提及嘅咧就仲誇張，喺2025年啊，環球足球獎頒獎典禮上面 ，C 朗就係戴住 PP Nautilus 嘅 chronograph 款啊5980，嗱，同樣係18K 金白金打造，錶殼、錶圈同埋錶鏈啦，都鑲滿咗長階梯形嘅切割鑽石。另外咧，亦都採用咗191粒嘅長形鑽石，再加上893粒嘅明亮切割鑽石啊。講咗咁耐，啲鑽石根本多不勝數啊！所以咧，呢隻錶唔單單係一個珠寶，仲係一隻非反計時嘅腕錶啊！而呢款錶咧，亦都採用咗呢個 CH28520C 嘅自動上鏈機芯，喺6點鐘嘅位置咧就有分鐘同埋小時針。嗱，呢隻錶咧估計啊，咁要70萬嘅美元，再要加上呢款錶係限量，極其少有。嗱，呢隻錶咧並不是有錢就可以買到啊，需要有人幫你先可以排隊買得到。佢仲同佢未婚妻啦，咁啊帶過一款情侶裝嘅 Nautilus 滿鑽版。嗱，所以 C 朗根本就唔需要低調嘅，因為低調咧從來都唔會喺佢字典裏邊。嗱，如果話美斯嘅低調係一種向內嘅沉澱啦，咁啊 C 朗嘅高調正好相反，係一種向外嘅宣告，就係話俾全世界嘅人聽。我嚟咗啦，我見到我要征服啦。呢兩種嘅態度呢，其實係冇高低之分，只有選擇唔同。而呢種向外宣告嘅哲學呢，喺佢另一隻最出名嘅錶上面就表現得更加淋漓盡致啊。C 朗曾經戴過錶，最出名嘅係 Rolex 嘅 GMT Master 2 Ice。嗱，呢隻錶啊，到底有幾勁呢？係 Rolex 裏邊定價最貴嘅一隻腕錶啊，採用咗18K 嘅白金材質，錶殼、錶圈同埋錶鏈都鑲滿咗總重啊係30卡嘅鑽石啊！嗱，呢款錶咧就喺2007年嘅時候推出啊，但係而家已經停咗產好耐噶啦。但係呢款錶依然深受錶迷嘅喜歡啊！嗱，錶盤咧用咗波浪紋去到設計啊，錶圈同埋錶帶嘅鑽石係以長方形切割，整齊咁排列，亦都配搭咗自動上鏈嘅機芯，50小時嘅動力儲備啊！嗱，零售價咧高達485000嘅美元啊，但係二手市場咧實際嘅成交價咧就遠遠都超過呢個數字。嗱，C 朗由一無所有開始，佢比任何人咧更加清楚真正有價值嘅嘢係咩。從來唔會係擺喺櫥窗入邊等人哋買嘅。佢戴過嘅每一隻錶都等於一次價值幾百萬嘅廣告，係講緊美元。C 朗戴過嘅所有都係升值、保值，甚至乎炒價嘅保證。嗱，呢種眼光咧就唔係天生嘅，係由細到大咧，佢喺貧窮概念裏邊學識嘅，知道咩嘢值得擁有，知道咩嘢會升值，知道咩嘢可以證明自己嘅價值。嗱，佢同 Franck Muller 嘅淵源咧，好早已經有噶啦。喺2012年啊 Franck Muller 就為咗佢咧推出咗 CR7 嘅限量版。嗱，呢款錶咧就配搭咗萬年曆雙翼跳計時嘅腕錶功能啊。嗱，究竟呢款錶有幾特別呢？超大嘅錶殼啊，再配搭埋 FM5888BR 嘅自動上鏈機芯，另外再有飛反嘅功能。仲有30分鐘同小時嘅計時盤啊，以及月相嘅顯示啊。而佢喺錶盤上面咧，喺
喺個7字嘅位置，亦都鑲滿咗鑽石啊。C 朗咧當時就話啦 Frank Miller FM 咧就同我有唔少嘅共通點啊，雙方咧都對自己嘅能力同潛能啊係有無比嘅自信心啊。嗱，呢一句說話咧講緊嘅唔單止係一隻錶，仲係講緊佢自己。但係 Frank Miller 咧最有趣嘅故事咧係發生喺2019年。嗰一年嘅9月啦，C 朗咧就跟隨住葡萄牙嘅國家隊啊，就出征呢個貝爾格萊特。喺離開酒店嗰陣時啦，佢留低咗2隻錶，一隻咧就係鑲滿咗鑽石嘅陀飛輪 FM 啊，價值啊153萬歐元啊。另一隻咧就係雙軸陀飛輪嘅天文錶啊，價值係200萬嘅歐元啊，兩隻加埋起嚟啊，總值係超過350萬嘅歐元啊！最後啊，酒店嘅清潔工竟然發現到呢2隻錶，就完璧歸趙，俾翻阿 C 朗。有當地嘅鐘錶專家啦，聽到呢單新聞啊，就即刻話啦，知道呢個消息啊，非常非常之震驚啊！因為有邊一個會帶住幾百萬歐羅嘅滿錶名錶去打2日嘅比賽啊？唯獨是只有 C 朗。專家啦仲話呢2隻錶啊咁獨特，根本啊咩人都賣唔出去啦，因為全世界都知道呢2隻錶係屬於 C 朗嘅。一個擁有幾十隻名錶嘅人啊，偶爾一定會留低1-2隻錶，唔係因為佢唔珍惜，而係因為佢擁有太多，而佢擁有嘅每一隻錶呢，都係獨特到全世界都知道一定係 C 朗嘅。呢種擁有太多嘅態度啦，本身就係 C 朗嘅真實寫照。佢擁有嘅嘢太多，包括就係冠軍、紀錄、錢，甚至乎係名錶。翻去到2026年嘅7月7號啊，喺特拉斯啊 ，C 朗喺比賽之後向全世界咁講：我好遺憾以呢種方式去到告別世界盃。但係正如尋日我喺記者會所講啊，我已經竭盡所能，做到我能夠做到最好嘅嘢，我問心無愧。由馬德拉島窮小子嘅第一個夢想，到頂級腕錶嘅收藏，每一隻錶都係佢人生嘅一段記錄。對於佢嚟講咧，腕錶就係等同足球一樣。真正嘅 C 朗係由0開始，爬到去世界巔峰，而且係用自己嘅方法去到話俾全世界人聽，佢就係 No.1。佢嘅傳奇比起任何一隻腕錶都能夠更加持久。今集就講到呢度啦，多謝你 C 朗。